有旅客伫咧网络顶头表示，讲这台北捷运的红线车厢内面定定有臭味，真侪网友拢是表示认同的。捷运公司表示，讲接到通报了后，因有派人去检查，无发现到问题，也讲以后会加强摒扫。 用透布漂白水切车内的椅啊、手环啊，抑个有款，车厢内的路网嘛拆落来详细切。接到社群网站旅客反映淡水信义线列车的车厢有臭味，台北捷运随派员全部检视列车，初步无发现臭味，后续我来加强消毒。但我都回淡水，可是我没闻到，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汗臭味吧，我觉得啦。 袂少旅客表示无闻到，毋过网友伫社群网站的答文得到袂少回应。伊讲捷运都敢若红线会闻到类似公共厕所味，有人应讲较新的车都无味，旧的都有臭味，也有人讲4年来拢有闻到，想讲是家己的鼻仔较灵，总算有人共款。台北捷运公司证实，其实较早原来有旅客透过意见信箱来反映，毋过敢若针对红线有闻到臭味，初步研判可能甲经过的路段有关系。 有旅客又通过 email 什么曾经有反映过这个问题。红线大概经过北投这个硫磺地区啊，是不是会有一些 ammonia 的气味产生？那这个可能就是旅客闻到不同气味，可能每个人的敏感度也不一样。台北捷运讲，大工收班了后，营运前拢已符合防疫标准的漂白水，加强车厢内部清洁消毒，要固定时段详细清洁。对于臭味来源，有可能致使旅客身体无爽快。呼吁若是拄到无清气，还是发现臭味，会当通报行车专员还是站务员。 台北捷运会派清洁人员处理，大众运输的营业场所有臭味，代替原有类似经验，进行是变数反映有臭味，除了加强清洁，嘛加设护罩设备。臭的部分呢，因为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导入了科技的一个设备，就是氨气的一个侦测，氨气浓度超过20个 ppm 以上。 我们就会做一个通报机制。代替表示，启用这个设备将近1年，要收到这些旅客，伊讲感觉试办的厕所有较清气，后续会继续研究评估，并斟酌会当用的经费，若是稳准，就会继续精实来提升服务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